秉承着表里如一的原则，胡大哥的鹅块火锅不仅肉是鹅肉，汤是鹅汤，底料也得用鹅油熬制。本身的原汁原味嘛，肚子底下那2块油，中间来说是最好的油。底料的滋味浓郁，用料却不复杂。可爱的固始小姜是底料的关键，主要是靠姜，当地小姜个头不大，里面籽子大，就味道浓，比较辣。它越辣，它味道越好。小姜在鹅油中慢慢卷曲，滋味全部释放。淡淡的辛辣为鹅块提鲜，注入独特的香气。加入辣椒段一起爆香，香辣、辛辣2种不同风味的辣，让底料的层次更加丰盈。主要突出的就是它的香和辣。最后与鹅汤一起熬煮，静待华丽登场。香辣的底料混杂鲜美的鹅块，让这锅破解重组的故事老鹅，由内而外、由骨到皮的鹅香全面释放。